繼續來看高雄鳳山一間早餐店的頭家，準備要提餐點到外口給外送員，講一來傷着急，二來這個玻璃門漆了傷清氣，頭家全為玻璃門甲整落去，玻璃脆糊糊。啊，頭家是自我警惕講又練剃頭工。早餐店內底有一個小姐提餐點準備要行出去，說來悲劇就發生啊！砰一個一聲，頭去弄到玻璃門，玻璃碎破去，當時有著傷流血，伊趕緊擱行轉來。外口這個外送人員看到了後，嘛趕緊來關心。鼻頭甲額頭攏有傷痕，這個小姐事後將畫面鋪上網絡，講除了家己有剃頭工以外，更加講當時外送人員有加問，是要出餐點，還是要叫救護車？網友有留言講愛加薪，伊是回應講頭家無要加薪，因為就是頭家家己弄歹。有點好笑，發上去沒怎樣啊，睡過頭。你睡過頭，急着要開店是不是？對。這間早餐店佇高雄的鳳山，頭家講因為當時困過頭，着急要開店，加上這個玻璃門受過清氣，才會去弄到。即擺已經換新的啊，就驚講人家會佫弄到，就趕緊佇玻璃門大字來提醒。我是玻璃應該是新貼的吧？對，它是擦得蠻乾淨的，他可能忙着要走出來，他可能就不小心就撞到了。這行業咧，我咧趕緊，我嘛是迄落啊，要弄個會裂啊，機會死有夠少的。一個我碎玻璃清掉，差不多3500。這間店是頭家今年初拍落來做的，這擺因為着急，才無注意到玻璃門弄破去，加在人無啥要緊。